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捷运进前这个车心长期，经过4个月抢修在测试，总算伫今仔日恢复试营运。有袂少的乡亲抢坐透早6点的第一班车，这乡亲拢学了讲，这坐着比进前更加平稳咯。啊，真拄好的是，有一个坐头班车的高一个女学生。 伊今仔日生日，啊，同款嘛来坐头班车的台中市长罗秀燕，是祝大家家手生日快乐歌甲祝福，这个列车顶真热闹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高中2年查某学生本来上课坐唔到车，煞第一捷运大号拄到台中市长罗秀燕，大家替伊唱生日快乐歌祝福。台中捷运绿线过123天后停止营运，有市民下晝4点半骑车到捷运站抢坐头一班车。 对啊，我是专程来搭，是为了这个历史的时刻要抢第一个。对啊。台中捷运去年11月试营运的时间，发生列车车心长期事件，经过4个多月改善好势。 家长带囡仔来体验，囡仔唔捌看过同安门路口的风景，拢真好现。声音的话是觉得差不多，平稳度的话感觉好像台中比较平稳。今麦足好个，头一片迄转弯吼，地桥安尼。 进前列车捌发生过月台门压到人，今麦改造新关路口的4门，再个关车门，车顶嘛有专人到3公里上车落车。另外广播的声量，乘客袂因为开讲听袂到广播的声音。透过乘客的亲身体验，会找出问题来，那不断的进行调整跟修正。 台中捷运免费试营运1个月，预计4月25通车。支付团队陪病较真严，就是要确认列车含乘客一切安全。